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6章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互耶路撒冷在伊所做通掩恶的事，着甲耶路撒冷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的本基地，你出世的所在，是迦南人的地。你老爸是阿摩利人，老母是赫人。你出世的时，无人甲你挡财，用水甲你洗清气，嘛无人用盐甲你拭身躯，用布甲你包地。无人可怜你，来甲你做这个代志。你出世的时，互人ฮ็伫田野，因为你互人讨厌。我行路对你遐经过，看到你伫火中摇摇动。我对你讲，虽然你规身躯拢是火，毋过你着活落去，着活落去。我栽培你，亲像咧照顾园里的农作物。你渐渐大汉，发育成做少女。2年结实，头毛长，毋过犹原赤身裸体。我对你遐经过，看你已经成熟，话谈情说爱。我用外衫遮盖你无穿衫的身躯，甲你立誓结盟约。我至悬的上主甲你结约，你就归属我。我用水甲你身躯的血洗清气，搁用油甲你抹。我互你穿绣花的水衫、高级的皮鞋、幼麻布的头巾，搁甲你穿丝绸的外套。我甲你西装打扮，甲你挂手环、褂链、片环、耳钩，用花冠甲你戴。安尼，你有金银的装饰，穿幼麻丝绸甲绣花的水衫。你用上好的面粉、蜂蜜甲橄榄油做食物。你生做真水，水甲会当做女王。因为我至悬的上主甲你装饰，互你极水，你的美貌就传遍列国。毋过你靠说家己的美貌甲名声去做娼妓，放纵情欲，甲逐个过路的人行淫。你用你的衫装饰山头段，伫遐行淫。即款代志无应该有，将来嘛无应该发生。你摕我互你贵重的金银珠宝，铸造查甫人的像，亲像妓女甲因行淫。你用我互你绣花的水衫甲因抹地，搁甲我互你的油甲香料献互因。你搁将我互你的粮食，就是上好的面粉、橄榄油、蜂蜜，摕去做芳芳的祭物献互因。代志就是安尼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你甚至将你甲我生的后生查某囝当作祭物献互偶像。你家己的淫乱还无够是无？你搁杀我的儿女当作祭物，用火烧献互因。你做妓女，甲做通掩恶的事，甲你细汉的时赤身裸体，伫火中摇摇动的情况，拢放袂记得。至悬的上主继续讲：你惨啊！你有灾祸啊！你做遮个歹代以外，搁伫城内起造回楼，伫宽阔的所在起拜偶像的悬台。
你伫街头巷尾去做悬台，互你的美貌变做通掩护的。你阁放纵情欲，甲所有过路的人行淫。你甲好色的厝边埃及行淫，你放纵情欲来惹我受气。所以，我要伸手刑罚你，收回我予你的福分。我要将你交予怨恨你的非利士人，虽在因对待你，连因嘛因为你的淫乱感觉见笑。毋过你犹无满足，搁甲亚述行淫，安尼嘛犹无满足你淫乱的欲望。你搁甲熬做成你的巴比伦行淫，就是安尼，你犹原无满足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你实在互我非常受气。你做遮个代志，亲像毋知见笑的妓女做。你伫路头做花楼，伫广场起悬台，伫遐行淫。你比妓女较毋值，因为你无要摕人的钱。你是淫妇，宁可甲外人私通，无爱家己的丈夫。妓女是甲人摕礼物，你颠倒送礼物予爱人，你引诱因对逐所在来满足你的情欲。你甲一般的妓女无相款，毋是人来找你行淫，是你去找人。你无收人的钱，颠倒倒贴，你甲其他的妓女颠倒并。呾你这个淫妇耶路撒冷，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讲：你放纵情欲，为爱人露现你的下体甲因行淫，搁杀家己的儿女做祭物，献互通厌恶的偶像。所以，我要甲你所有的爱人，无论是你喜意的，还是讨厌的，对逐所在调集来攻击你。我要伫因的面前甲你烫光光，互因甲你规身躯看了了。我要审判你，亲像审判奸淫甲杀人的查某人。我要伫大受气甲怨妒中甲你刑罚，甲你处死。我要将你交伫因的手，因要拆毁你的花楼，毁坏你的悬台，剥你的衫，抢你的珠宝，互你赤身裸体。因要带军将来攻击你，用石头甲你钉死，用刀剑甲你剁喙。因要放火烧你的厝，伫真侪妇女的面前甲你刑罚。我无要互你搁做妓女，了钱倒贴爱人。安尼，我的大受气才会消，我的怨妒才会煞，我才会平静，无搁受气。你袂记得细汉的时，我安怎对待你，颠倒做遮个事惹我受气，所以我要照你的所做报应你。你经做遐侪可恶的事，是安怎要搁行淫？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上主讲，若有人要用俗语甲你骗相，一定会讲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你真正甲你的老母相款，去杀家己的丈夫甲囝儿。你嘛甲你的姊妹相款，去杀家己的丈夫甲囝儿。你的老母是赫人，老爸是阿摩利人。你的大姊是撒玛利亚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北边。你的小妹是索多玛，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南边。你学因的所做，做通厌恶的事，毋若安尼，
无偌久，你伫逐方面拢比因搁较歹。至悬的上主搁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你的小妹索多玛甲伊的查某囝，无做你甲你的查某囝所做的歹事。看咧，你的小妹索多玛的罪是安尼，伊甲伊的查某囝的罪是骄傲，就是因食米充足，安稳过好日子，毋过无照顾困苦甲散赤的人。因骄傲，做我看做厌恶的事，所以我甲因消灭。这样事你已经知。撒玛利亚犯的罪，较无你的一半。你所做可恶的事，比因搁较多。你所做可恶的事，煞互你的姊妹比你较正直。你既然为着你的姊妹辩护，当你着承担家己的见笑，因为你犯的罪比因搁较可恶，煞互因比你较正直。当你着知通见笑，因为你互你的姊妹看起来比你好真多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：我要互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对受掠的地倒转来，嘛要互你甲因做伙倒转来。安尼，你才袂晓因为所受的侮辱来感觉见笑，互你的姊妹得到安慰。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要恢复早前的盛况，你甲你的查某囝嘛一定会安尼。伫你车赢罪恶还未显露的时，你敢毋是捌铁笑索多玛？呾你要互以东人、非利士人甲周围怨恨你的人甲你铁笑。你要为着家己的淫乱甲所做可恶的事受报应。上主安尼宣布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，因为你违背对我咒詛的话，废除甲我立的约。虽然是安尼，我要记牢我伫你少年的时甲你立的约，搁建立伊诚做永远的约。你接纳你的大姊小妹的时，要想起你以前所做的一切，来感觉见笑。虽然我无安尼甲恁约定，我要甲因交互你，做你的查某囝。我要建立我甲你立的约，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赦免你所犯一切的罪过，互你为记得这个事来感觉见笑，毋敢搁开喙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